顶个月中，新北市一间私立幼儿园方指控讲，老师饲囡仔且爱开药啊。早起立委搁再批评新北市政府的态度真消极，对囡仔的转学安置是一声唔知，百项无代。有议员嘛正不满讲，拖21天，市政府长才要验囡仔的体内敢有药物残留。也毋过教育局是表示讲，转学计划等会进行哦，嘛有继续追踪囡仔的状况。 新北市邦桥一间私立幼稚园，5月中传出老师若亲像饲囡仔食爱困药啊，到初六为止，已经有16个家长出面报案。初7民进党立法委员召开记者会，批评新北市教育局的态度消极。 除了大班的今年毕业之外，那其他的学童啊，这个市政府啊一问三不知，然后都没有安置的计划。调查的阶段有一些数据，有一些什么的，当然不方便公布，这我们可以理解。市政府应该要站出来，要替这些家长来协助如何求偿或什么。 虽望新北市政府讲有一个联络家长，嘛已经启动到幼稚园全面检验。不过张丰禄指出，市政府应该专案协助每个学生转学到附近的幼稚园，而且要协助家长求偿。另外，新北市民进党议员李倩萍批评，市府拖了21天，初5才到幼稚园全面检验囡仔体内敢有药物残留，动作是伤慢，也烦恼药啊对囡仔的伤害。你过了这21天。 这个毒品残留在身体里面还能检验出多少？据说被投药的时间已经长达快2年了。去了解说孩子的这些戒断的过程，要怎么样有正确的这个医疗的资源介入去辅导跟协助。 新北市教育局发新闻稿回应，已经有部分囡仔转学，也佫有一寡家长等咧考虑。另外，也等咧联合卫生局、社会局提供1对1的个案追踪，佫有法律甲医疗的需求，也会监督幼稚园的法律甲赔偿责任。记者郭文张随新北报道。